昨暉落大雨，重灾区之一的嘉义埔子，因为大排爆发放气，有一间低调泉淹水，内底3500只猪，真侪是拢走到四线去。另外，有台电的工程人员伫咧修理停电的问题时阵，因为淹水泉掉伫咧遐，家在是拢已经平安救出来啊。远远的工程车看无车顶，四界拢是水，车顶5人掉伫遐。这台台电工程车经过埔子市第82线下边对面道路，因为积水受困，边仔有3台车总共5人受困，好佳在拢救出来。你要入去啊？伊也扫帚铺伫水面，这间厝因为地材性落雨，积水到大人的大腿，连面层拢浸下去。冰箱嘛淹足悬啊，哦。阴暗咧烦恼无地困。排袂出去啊！伊迄条大排水沟，即马讲要满出来啊！系啊，你即马佮拄着8楼。有人看到新配车浸伫水，说因为四界拢是淹水，无所在刷车。太保市加64线高铁大道往新北方向，也因为车路拢是水，50岁查某人受困，坐救生船才离开。大排放气连猪只也倒烂，规定的猪只行伫正数水路的产业道路，这是业者伫嘉义县埔子市的畜牧场丢来3500只猪仔，都甲剩无到100只，因为爆发放气积水上深到2公尺悬。抽水机一直抽，水也是无退，业者惊猪仔后别走，各用沙包封路，也派人伫现场看。啊，不过当地去年爆发这放气，今年搁来一摆。这条大排嘛，就头前有溃堤啊。哦，水拢平去嘛就对啦。平去要路去啊，阮的堤桥比路面较低啦。水几方去哩？猪起码才2米啊。业者提高这摆的损失比去年严重，新港乡这畜牧场也是受灾户，猪仔全心浸伫水内，初步估算有数百只猪仔受困。水沟啊，那个水沟倒灌哦。结合大甲西南风景乡、新港乡有几个船啊，水深上悬到脚踏虎大腿，搁拄着8楼后头卡大排溢出来，互真侪畜牧场积淹水。道路未通，一寡养猪户的猪只嘛，伫浸水中实在是真可怜。这摆假期台积电也是受灾户，厂区积水上深到腿肚。台积电回应现场照关护工具停工，由防灾相关组织组员太平。受较大湿雨量影响，部分工区外口公共道路煞积水，厂房基地设计比路边较悬，工区无啥物要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